嘛，历史遗产你咋不带？我啥人情挂呗？在听我画画呗，叫啥名挂呗？下头是呢，三个你下咯。这听我三个你下嘛呀？拉错骨头他妈挂，嘛拿啦嘛他妈呀？你挂呗去了嘛？那是提醒啊咯，别把嘛咋子那嘛别个三个你下咯。听话咋的？拿啦嘛他妈呀？哟，那次新冠下也是你大爷嘛，俺家那次都是你大爷嘛，叫了过俺们嘛那都他妈呀，可嘛没说在听话拿啦，那次多点他家大爷，那次嘛多拿副给他家嘛拿啦，别把嘛他妈的家有伢都在你都俺了，最不都俺啦，嘛俺家有的乌啥嘞，就你过啥年嘛俺啦，嘛俺家他妈过点嘛，你过比有的去啦嘛俺啦。么嘛俺家婆爸挂别那嘛，就去挂别，这里是那都俺啦，别嘛他妈的有人画面那个了，我嘛不懂，你我的啥的伢子苦那嘛别个那路别别的了，要铺虚的都火焰那嘛别个，嘛火焰那嘛别个，火气那嘛别个，三个胡那嘛俺咯，我讲我这里三个你想嘛提醒伢，20俺咯别别的伢。有的炒扒面、不一面、黑面，他们个提窗花20年，他妈的绝了，别把他家下绝嘛你，他妈的巨大嘛他妈，乌啥的我的对下头是别嘛个啦嘛，你可把多少了？我俺们他的乌啥米瓜下头是呢，他的一点点，他的嘛那下他妈拿啦了，我讲。下头嘛，就是你头来拿点的，听你叫他家乌啥的，我在下头那了。侬家我米也呢，但是呢，侬家爹晒头点我俺们侬可能我叫嘛，下你他妈的下侬嘛干多巴拉是呢，阿里是说的话苦个是你干多耶，侬可能我叫嘛下你的和他侬干多巴拉子别头嘞，那不我真呢下头那的我俺们可都咋么样了嘛？他妈那你阿里是俺的么？我能那你特是没我我那你特别是阿妈俺们下去点嘛不都他妈那你我别去了嘛别嘛都咋去也别办什么我嘛不懂提话呢有多少嘛他妈起来他妈的乌啥思想嘛韩国别嘛去嘛个他有伢他嘞嘛咋子巴拉么我嘛不懂乌啥的他嘞铺嘛干嘛不懂俺们乌啥的可啥么我嘛不懂你咋不我俺们他嘞多少他我乌啥的我哭了么？我说我那都他妈的我们那边是呢，3年他嘞咋都几我哭，我说呢他妈的我去了个我，没他的去窗我可去结账俺们，乌啥面俺里一张俺们，我的他是下年他那来，我嘛可有别边是呢他嘞我哭，他嘞去了个了，过来去了个干那他还把听嘛去个呀他。嘛那个有个俺们还把提嘛过也的，再去话拿了过呢，那么人不得去了过去，阿拉住那是他那个了过去，个多少了个俺们，我都在吃当我住那过边去了当我嘛不懂我的嘛啥，是俺们是这边是呢，他的住那两个特别的3年过一个他。确实那么我们大爷们呀，阿姆过去你只可去找我，你可把别阿姆你只可把他吃一颗么，吃一颗去找我嘛不都一你咋不下你啊了，我嘛不都特别说呢，听你听话下就是找我，特别说呢听那听话，特别说呢三年里你听话的嘞，下9点是找了，下你他妈呀，阿里是你啊了，别把他呀，拉错骨头我找嘛是他妈的去嘛你啊了，骨头3-8也都是去嘛你啊了，别把了我嘛不都。侬乌啥的那你别，我伢头来3个你下了，可是呢，侬你嘛可能我住你过别他妈伢，侬去了吧啦伢去了别3个你下了，我多少嘛的3个是呢，你干嘛俺了，谁家么家嘛俺了，就是在乌啥你过别，你干嘛俺了。